九八八有笑的时候，我们听过的是来自这位新朋友的改词。那第一次用他的这个歌，他名字叫做《紫色阴天》，你真的是改到很棒哦。是说这天使哦，本来五月天的天使是赞颂一个女生哈，或者是另一半这样的哈，但是之后变成了天使变野狗，因为他这个故事里頭這隻狗呢，就是被愛的寵物呢，本來叫天使，但後來呢變成野狗了。那大家如果留意歌詞，應該聽得出來。Crossfire 頭先聽嘅時候有咩感想？聽唔聽得明佢唱咩？聽得明。聽得明。係啊係啊。咁點咧？你哋覺得改得？真係我覺得好犀利啊！因為佢又好認真咁樣，用一個好認真唱法，跟住其實真係好搞笑嘅呢個。雖然佢嘅歌詞係好搞笑，但係其實係好慘喎，入邊又寫到。係喎，即係有啲娛樂嘅效果喺裏面啦。我知道阿傑係好中意狗嘅，你屋企有幾多隻狗啊？養咗？我其實有四條啫。4隻狗都好多㗎啦，大佬。你屋企有幾多家庭成員先？5位。5位，但係有4隻狗喎。啊，其實原本係有五隻嘅，5條。5隻 ，OK， 有5隻嘅，跟住一個咧又俾咗，哇，應該係6隻啊。我哋總共用開有7隻，跟住好多隻，話越嚟越多已經係過身咗喎。跟住剩翻4隻。跟住好長嘅故事，其實仲有一個好大條，太大隻咗。好大揾。唔好意思啊，唔係條係隻。其實去咗呢個數量詞嚟。唔係因為嗰隻狗咧真係好長啊，佢真係好大隻嘅，係全世界最大隻嘅狗，叫 Great Dane。哦，係啊。Great Dane 係全世界最大隻嘅狗，所以佢真係好長啊，所以我形容佢條咯。原來咁嘅。跟住嗰隻我哋又唔可以用，我哋又俾咗人咯，跟住我哋剩翻呢個4隻。2隻好細嘅。哦，都係名種嘅，都係有名嘅。係。開盤都，跟住一個係 Silky Terrier 4隻，我唔知佢叫咩。都係嗰啲玩具狗嚟㗎噃。啊。OK， 哇，對狗嘅認知都幾勁下啊！但係頭先你講嗰番説話，我覺得好笑過頭先首歌啊。OK， 咁平時我知道 Crossfire 都有創作啦，成張專輯都係由你哋一手包辦去創作㗎啦。係。嚇，咁填詞部分最多參與嘅咧就係 Shin。係啦，Shin，咁啊，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你哋嘅創作最想喺歌詞部分咧帶啲咩意義俾大家咧？其實係想帶出我哋5個人嘅心聲，我哋每日所經過嘅嘢，同埋一啲我哋所諗到想做但係仲未做到嘅嘢咯。係。例如有乜嘢係未做到㗎？例如好似《你好飛好飛》入邊嘅歌詞咁啊，講到其實幾勇敢去做嗰啲嘢，其實我哋好多嘢其實我哋都未做到，係得個諗住。有時大家坐低飲下茶咁樣講下咁樣就算咗，仲未正式去做，因為暫時仲係好多嘢忙緊咯。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可能當初你哋坐低飲茶傾嘅就係不如我哋發張專輯咯，但係而家真係做咗出嚟㗎啦，都係算係完成咗你哋。大家一齊諗出嚟嘅一個夢想咯。我覺得 Crossfire 以前咧俾我感覺就係即係玩音樂啊，可能就喺 pub 唱下歌咁啊，但係可以發一張專輯真係唔容易一件事啦，因為你要去接洽錄音室啊，即係做製作啊、創作啊咁啦，所以喺嚟緊嘅呢個星期六30號晚上9點嘅 Auto City 988國慶倒數音樂派對咧，大家一定要出席，因為有 Crossfire 喺現場咧，會好有爆發力咁演繹佢哋嘅作品。988有聲有色，在歌曲回來之後呢，我們將會是有 Crossfire 依然在咖啡餅乾茶接受妹子的考驗。我將會是準備3道呢有關於國慶日的常識題，問他們，如果他們是有任何一題錯的話呢，大家就可以懲罰他們。那你對他們有什麼懲罰的建議嗎？你可以先進來哦，先輸入 MNY 妹空一個你的簡訊，然後發送到32733。